獎啦決賽啦，已經開始咗啊！4嘅龍舟，第2線嘅新工程進二龍，第3線星華海岸，第4線慈威貨運南益，第5線顯理工程同慶龍啊！哇！呢啲決賽最高級嘅真係最高級啦，望出個獎法都唔同啊！4隻龍舟一齊排咁埋嚟啊！唔好話邊一隻帶出嚟先啊！呢度咧完全係睇唔到嘅，只係睇到個獎法嘅啫，好齊啊！好啦，望咗去似乎係左邊歪咗喎，出邊邊啊，可能有啲歪咗喎，去到呢度行緊埋嚟啊！去到呢度先嚟啊！顯理工程同顯理啊，北極同嗰度，跟住開過雲都好近喎，其實。